关心咱台湾的友邦巴拉圭，因的总统当选人贝尼亚，伫8月份的时会上任。伫上任进前，伊是专工来咱台湾访问，因为7月10日就是两国建交66周年日子。贝尼亚是表示，即阵来台湾访问特别有意义。那巴拉圭总统就职典礼，伊敢会邀请咱的副总统赖清德去参加，即马外界嘛真关心。巴拉圭总统当选人贝尼亚10日带领后任外交部长等等的官员访问台湾。贝尼亚5月才当选赢，8月就职典礼进前先来台湾，拄好拄到7月10日台湾巴拉圭建交66周年纪念日，这对深化两国的邦谊有重大意义。伊真欢喜伫学生时代了后，会当搁一届来台湾。伫这个关键的时刻，两国应该搁较挖近。Paraguay is closer to Taiwan. That I want to spend the next 5 years bringing us together. We are close, but I think that in these moments we need to be closer. We need to be together. 贝尼亚立场友善台湾，嘛伫咧葡文内底讲，总统蔡英文是好朋友，即届来会甲正副总统见面。感谢亲自邀请赖清德出席就职典礼，嘛受到大家的关注，嘛强化甲台湾的双边合作。另外，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因牵手安倍朝会。按算17会访问台湾10天，到时会参加台南场的安倍晋三纪念影像展。7月の写真展には、私もぜひ台湾に直接伺って皆様にお目にかかれたら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ます。安倍昭惠夫人本次访台是受到台湾安倍晋三之友会的邀请，外交部竭诚欢迎。原底安倍晋三按算伫去年7月底访问台湾。不过，不幸伫助选的行程当中，互暗杀身亡。安倍朝会即届来台湾，按算会去五指山悼念前总统李登辉，这嘛是安倍心愿。另外嘛去高雄参观安倍当上，甲会见总统蔡英文，也有副总统赖清德。记者综合报道。